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东京奥运离羽毛球的男双拼到金牌的王泽林甲李洋，昨暝是伫咧网络顶开直播，甲球迷伫线顶面对面。甲因问讲，因两人进行是这个男女朋友。王泽林来回讲，因两个佫真正是床头吵，床尾和。啊，直播的时阵，佫大声歌喉，迄个歌声佫真迷人哦。另外，这个羽毛球的女单摕到银牌的戴资颖，伫咧面册讲，无的确袂阁有一届参加奥运的机会咯。结果体委会前主委戴夏玲伫咧面册呼吁来联署，支持着戴资颖继续来拍2024年的巴黎奥运，嘛来引发着话题。世界球后戴资颖摕到银牌了后，伫面册讲，凡说未可有一摆参加奥运的机会。前体委会主委戴夏玲呼吁联署，支持戴资颖继续拍2024年巴黎奥运。洪佩平用情绪讲拔掉咧。戴夏玲嘛讲，联署无强制性，一定会尊重戴资颖。好，这样我欢迎金门之光李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来看摕到男子羽球双打金牌的李洋、王泽林，展开网络直播，嘛讲到伫颁奖台的心情。慧琪升上去的时候，更多的是感动，就是很激动吧，就是觉得说，哦，我们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的男双也是可以有奥运金牌的实力。居然可以在奥运会场上，然后听着自己从小听到大的国旗歌，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说不上来的感动吧。然后很不可思议，是我们做到这件事情。一开始就抽到死亡之组，头一场比赛嘛输去，上尾也摕到金牌的林洋配是高中同学嘛真斗打，就那亲像是男女朋友同款。我觉得最后真的就像家人吧，就像情侣这样，就是你必须好的坏的你都是去包容，然后去给建议，然后就是一起每件事情都要一起去度过。场上就是互相扶持，然后争吵也难免嘛，就很像情侣，就是场上什么床上什么床头吵床尾和。王泽林嘛伫直播当中唱歌互大家听。年少轻狂的好日子，一懂事就结束。面对球迷完全无距离，两个人嘛展现伫球场外口的另外一面。不过讲到转来台湾了的计划，两个人嘛拢讲想要先好好休困，才阁讲。